于是他们用钱来达成目的。我们要得到人家肯定，要从内，我们在我们中国来讲，你要从内在，是不是有这个才华，他们崇拜跟肯定。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社会的一个价值观是不是也有在这个阶段，我们去衡量啊，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是不是跟他赚钱，并不是正相关，跟他赚钱，他钱赚得多跟否是正相关。目前好像大部分的趋势是用钱来衡量这个人是否成功，或者是针对这个上面是提供一个大分法。我各种需要，甚至还不知道需要的需要，我都还不知道我需要什么，就能够立即被上去了，在这个国家哦，但是我却不快乐。于是他很自然的有两个字浮上他的脑袋，叫愤怒。他觉得说那种我来喝了，时间已经在，甚至他不知道的，人家都给他帮他想好了，那他能做什么？他就躺在一个有空调、装潢非常豪华的地方，什么事都不用做，一切都有人帮他安排。那这个地方就是非常豪华的，这是他从他自己脑袋里面。所以过分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小心，我们是不是已经对？那前面是讲的，他跑完这些国家，他找到快乐没有？他在外面找不到快乐。或许呢，这本书也没有找到答案，所以或许在想，外面找不到，那我们回到心里面找，我们往内找看看，外面找到深层的快乐，那换个方向，那或许在高场中场遇到一些，哇，或许就把这些话，那他举例的举过来了，但是对或许来讲是有一些养分在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所以我就想有自信法，找看自信里面有快乐。又只说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。哦，听到这个本自具足，我就想说，那快乐是不是也在自信里面本来就具足？或者就起了一个曙光跟一些升级，答案好像就在这里面。那或者我继续，好，那我就来把刚刚如述他讲的这些让我不快乐的因素，回到我自己的身上，在我们在道场上的学习里面，它可以分成哪几类？或许把它分了，可以分类，就是这三项。我讲，很简单，从贪嗔痴，贪嗔痴要